首先想分享工作見證。我係做 lab 㗎啦，首先即係其實每日都會收到好多嘅標本啦，同埋一啲表格啦。當我哋其實做完我哋個 part 就會俾醫生去出報告嘅。咁突然間咧，啱啱就發生咗件事，就係上年咧佢要揾翻上年一份報告出咗問題，要揾翻出嚟。但係我哋通常咧，如果醫生出咗 report 咧，我哋會 scan 咗啦，跟住會擺間房度。跟住咧，其實我哋每一日平均有1000張方差唔多。跟住一 scan 完咧，會擺間房度。因為其實我哋會分咗類嘅，但係咧其實因為太過大量啦，我哋有同事都揾咗，但係都揾唔到。跟住我要去揾啦，跟住我一直去祈禱，即係點樣去揾得到啦？即係我都求主嘅保守，但係其實我唔係單單去求主嘅保守，而係開始去感謝神，感謝宣告神嘅恩典要去揾到，即係不斷去宣告神，我要揾到宣告神嘅恩典，即係好似已經即係揾到一樣，一路去宣告。跟住其實都揾咗一段時間，但係感謝神即係揾到，即係都俾我喺一路學習去宣告同感恩嘅裏邊，喺生活裏邊都感謝神，俾我經歷到神，即係可能喺好細微嘅裏邊都俾我哋感謝，即係去到揾到神嘅恩典。都另外都俾我喺跑步，即係生活裏邊都有領受，都俾我哋喺當中，即係可能對大家都有幫助。不如我而家都有跑步嘅習慣啦，即係每日。即係當我每一個人去跑步嘅時候，都有安靜思想神禱告嘅時間。即係唔單單去為自己嘅禱告，而係都去感恩啦。即係聆聽下神同神有獨處嘅時間。即係有一次突然間跑步嘅時候，有為主嘅跑步呢個念頭。即係我可能都會諗點解要跑咧？可能行都得㗎。但係神提醒我，真係你要一路去跑啊，先有力去繼續去為主嘅跑。當你一停落嚟就好難去有力去再跑啊！神提醒我，即係唔單單用自己嘅力去跑，而係去到翻到神嘅裏邊，重新得力嘅喺主裏邊。跑步某個程度上，即係好似屬靈嘅生命啦。開頭容易，但係不斷去保持容易，但係要堅持先能去到目的地。屬靈嘅生命都要不斷向前。你唔係要去同人比較，你每一個都係獨一無二嘅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步伐。有人去快，有人慢，但係都要向住目標向前。你唔可以停落嚟，你要保持向前。所以你要連結喺神嘅裏邊，俾聖靈嘅帶領。當神嘅異象指向你，重新得力，你就會向到神嘅應許，唔會行錯嘅路。亦都感恩我哋有同行者，可以有彼此嘅支持。有時喺跑步裏邊，可能都見到有身邊嘅人一齊跑。你會感覺到有支持，即係好似即係同行。喺屬靈嘅方面都係教會嘅同行者，俾我哋唔係孤獨去行啊。可能生活裏邊都有唔同困難，但係當我哋有同行，彼此代禱嘅時候，我哋能夠同心得力。